再来看全球各地昨拢出现极端高温，中国北京连续27天气温拢超过35度，创23天来的新高。美国凤凰城连续19天温度嘛拢超过43.3度，嘛是49天来上热的纪录。伫意大利有袂少所在拢超过40度，希腊嘛发生几十件的树林火灾。 首都阿典附近是烧甲真厉害哦，包括罗马尼亚、佮意大利、佮法国，拢派消防队去斗相共拍火。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火砰砰多，乌烟呛上天。全国数十起森林野火，比较严重的拢集中伫雅典附近。雅典东南边的库瓦拉斯有几落10栋厝拢已经烧甲变火咯，2条国道嘛关起来。 民众紧的撤离，一直咧话讲，透死人都毋捌看过遮尔大的火。In 20 minutes, this fire went up the mountain and came down again. In 20 minutes. It'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've seen such a thing. 包含罗马尼亚、意大利也有法国，拢出动消防队来救援。大风咧吹火愈大。 滨海小镇路特奇嘛，紧命来撤离当地的当地参加夏令营的青儿的儿童。雅典以北差不多30公里，度假胜地德尔文诺霍利亚的附近，嘛有超过2800公顷的土地拢烧甲变火烧埔。南欧这场的热浪，互讲做是地狱火狗，伊的意思是讲对地狱内会喷火的恶魔狗。各地气温拢创下历史的新高。意大利有27个城市，有23个就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报。就连法国南边的阿尔卑斯山的初雪圣地，嘛出现破纪录的29度半的高温。气候变迁致使全球有3大洲。 当咧拄碰到傲翕的高温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连续19天破纪录，是43度的高温，破49年来的纪录。当地马里科帕镇卫生部门嘛显示讲，伫咧7月头一礼拜就有12个人去热死，还佫有55个人死亡，亲像是拢甲高温有牵连。 They drink a lot of water, and then we're inside during the day.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, we're out walking and going to the park. So I guess we have to be vampires in this kind of weather. 伫咧亚洲的中国，西边的沙漠已经有测到52度2的高温，这是历史以来上界悬的。北京嘛有连续27天气温超过35度，创下23年来的高纪录。 At noon, it feels like the sun is roasting my legs. It feels like my skin is burning. It wasn't this hot before.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讲，热浪无较减弱的现象，提醒要注意全球暖化愈来愈热的影响，而且强度还佫会刷得愈强，就要替这个热甲会真崩的热浪来做好准备。公司新闻，郑依仁编译。